好，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歡迎大家咧嚟臨第10屆英才杯 STEAM 教育挑戰賽嘅簡介會。咁我係香港科學英才會嘅會長 David。咁嘅話咧，今日咧我哋就會分為兩個嘅環節嘅。咁首先第一個咧，我哋就會用大約5分鐘時間咧，同大家介紹一下究竟主辦單位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同埋香港科學英才會係一個點樣嘅機構啦。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即係關於我哋比賽初賽嘅完整嘅介紹，同埋關於我哋決賽嘅預告嘅。咁我哋亦都會有 Q&A section 咧，到時候係會俾大家咁去提問問題嘅。咁嘅話，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啦。好，咁大家而家望到嘅咧係呢一個即係我哋香港新代文化協會作為呢個英才杯嘅主辦單位啦。咁我哋其實呢個係一個政府認可嘅公共性質慈善機構，咁就係1974年創立至今嘅。咁亦都係即係政府認可嘅慈善組織啦。咁我哋咧就秉持住一個培育人才嘅目標，係視野、創新、學識同埋承擔，係俾青年人有機會自我培育同埋發展嘅。咁而我哋目前咧，新一代文化協會係設有銅鑼灣嘅總部啦，位於沙田資優教育學院入邊嘅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啦，以及我哋嘅創新及創業中心嘅。咁除此之外，我哋仲有8個屬會，咁就由中學生至到去老師，至到去退休嘅老師，我哋都會係我哋嘅會員嚟嘅。咁包括新一代之友、大專學壇，包括我哋而家喺你哋面前嘅香港科學英才會、香港 STEAM 教育學會、香港教育專業發展促進會、香港準教師協會、清華課程校友會同埋新動力。咁其實咧，我哋每個 centre 咧，咁亦都有唔同嘅即係特別嘅活動啦。咁例如我哋新一代總部咧，主要就會有一啲國情教育同埋教師培訓嘅。咁就例如每年一度嘅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清華大學香港學生國情培訓計劃，以及我哋啱啱舉行順利完成頒獎典禮嘅就係第12屆香港傑出準教師選舉。咁即係話咧，喺你哋而家即係無論係老師定係算係學生咧，其實都有好多個活動係適合你哋參加嘅。咁我哋亦都有呢個創新及創業中心咧，入邊就會有一個俾大學生參加嘅創業同埋科創比賽，咁亦都會對接全國嘅一啲國際嘅比賽啦，同埋仲有一啲俾創新創業嘅啟導課程嘅。咁而我哋新一代科學創意中心咧，就涵蓋咗全港、全國同埋國際嘅科學賽事，咁就包括啱啱順利舉行嘅第27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咁相信咧，在座嘅各位學生咧，其實你哋都可以去了解下我哋下一年嘅呢一個科創比賽入邊咧，會有一啲研究及發明啦，甚至係你做一啲科學幻想畫嘅創作咧，都可以去報名我哋嘅比賽。咁而我哋而家咧依然係接受報名嘅咧，就仲有我哋第4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入邊設有13條賽道，由編程啦，去到一啲嘅太空嘅實驗嘅一啲創意計劃書啦，等等都會涵蓋喺呢個比賽入邊，同埋大家而家準備參加嘅第10屆英才杯啦。咁除咗我哋呢啲本港嘅比賽之外咧，我哋其實亦都對接咗國際嘅比賽啦，包括係呢一個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同埋喺美國舉行嘅再生園嘅 ISEF 呢一個比賽。咁呢啲比賽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呢一個國際賽香港區選拔賽啊，咁去報名參加嘅。係啦，咁嘅話簡單一句總結咧，我哋即係新一代科學創意中心嘅活動咧，就係可以用332嚟形容嘅。咁就3項嘅全港賽、3項嘅全國賽，同埋2項嘅國際賽事。咁就分別有青少年嘅科技創新大賽啦、航天創新大賽同埋英才杯嘅。咁嘅話對接落去咧，就有全國嘅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航天大賽同埋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再落咧就係經過香港區選拔賽之後咧，可以去到嘅再生園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亦簡稱 ISEF， 同埋日內瓦嘅國際發明展。而家咧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咧，我哋香港區派出嘅代表隊咧，而家就正就係喺瑞士嗰邊比緊賽啦。咁而呢個 ISEF 咧，亦都係嚟緊5月份咧，我哋就會派出我哋嘅香港代表隊前往美國去進行參賽㗎。咁接下嚟呢段時間咧，我就會邀請今年嘅香港科學英才會嘅主席 Jackie Lee 去為大家去介紹我哋今年英才杯究竟係點樣玩喎。咁大家可能都已經略知一二咧，就係話誒，可能同微震機械人有關啦。好，咁嘅話咧，而家我哋就有請香港科學英才會嘅主席 Jackie Lee 去為大家進行介紹嘅。好，有請啊！
係聽唔聽到？好，各位學校嘅老師啊，同學大家好，我係第20屆嘅香港科學英才會嘅主席 Jackie Lee 啦。我咧今日咧就會向大家咧去做一個第10屆英才杯 STEM 教育挑戰賽嘅一個簡介會啦。首先咧，英才杯 STEAM 教育挑戰賽啦，即係我哋簡稱英才杯咧，已經邁入咗第10屆啦。作為咧全港學生在全港學生嘅一個年度嘅盛事啦，英才杯咧係旨在鼓勵學生探索科學原理啦，提升跨學科嘅動手能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為學生提供一個結合創意、實踐、挑戰嘅一個綜合平台嚟嘅。咁我哋今年嘅英才杯咧嘅主題咧就係微震機械人啦。咁咧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個微震機械人咧嚟到去到令到學生啦去學習呢個微震技術啦，同埋機械嘅動力嘅原理嘅。第二咧就係要提升學生嘅一啲創造力啦，同埋一啲解難能力。最後咧咁當然咧就係去強化 STEAM 嘅跨學科應用能力啦。然後咧再加上我哋有一啲賽道嘅比賽咧，都係會想促進翻團隊合作同埋嗰種協作精神嘅。最後啦，當然亦都係我哋 STEAM 教挑戰賽嘅一個嘢啦，就係去增強呢個實踐同埋動手能力嘅。相信在座咁多位咧都已經成功完成咗報名啦。首先先歡迎大家嚟到參與我哋英才杯 STEAM 教育挑戰賽啦。咁我哋初賽咧嘅組成咧，每一隊係以每一間學校至少需要4隊嘅學生嚟到去參賽嘅。咁然後每一隊咧就需要咧有3個同校學生組成。咁咧我哋嘅參賽費用咧係全免嘅。然後我哋每一個嘅參賽學校咧都會免費獲得5份嘅初賽嘅材料包。咁咧，當然啦，我哋學校都可以鼓勵更加多嘅學生嚟到參加校內嘅初賽啦。咁咧，如果校內學校係想要多一啲嘅材料包俾更加多嘅學生咧，咁咧可以透過我哋嘅途徑咧嚟到去購買嘅。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哋第10屆英才杯嘅一個時間線啦。咁咧係由我哋已經完成咗3月到4月3日嘅一個報名啦。去到而家咧，我哋已經去到去線上嘅簡介會41號啦。咁咧之後咧，我哋需要注意嘅咧就係我哋需要咧去完成呢個訂購材料同埋賽道嘅一個程序啦。咁然後咧就係4月到6月咧就係會由校方去自行喺校內入邊舉行初賽嘅。咁咧喺6月31號之前咧，我哋咧要完成初賽嘅文件繳交啦。咁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去繳交下我哋邊啲同學嘅各種成績啊，然後晉級啊，然後再包括學生嘅姓名咁樣嚟到去作一個參賽證書嘅一個發布嘅作用嘅。係啦。咁詳細咧會之後再講。然之後咧6月30號咧就會係我哋英才杯嘅決賽。係啦。咁咧，呢度提翻大家咧，就係如果各位學校係需要更加多嘅一個材料包嘅話咧，我哋咧係可以咧透過我哋報名嗰個渠道啦，嗰個連結，或者係喺我哋叫新一代嘅小程式上邊咧，呢個 QR code 亦都可以去到新一代小程式啦，嚟到去購買嘅。咁咧就記得咧，就係當喺嗰個程式上面填咗表之後咧，要記得咧係喺1個星期內付款，咁先可以成功購買賽道同埋材料嘅。好，咁接下來咧就係我哋初賽賽規嘅一個解讀啦。首先咧，我哋初賽嘅賽道咧有一個規格咧就係咁樣嘅。其實咧係一個長1米、闊係5cm、高亦都5cm嘅一個長膠條，作為我哋嘅初賽嘅賽道。咁咧，要留意嘅咧就係我哋購買完呢個即係學校購買完賽道之後咧，要麻煩呢個校方咧嘅負責老師咧去到去自行繪製我哋嘅起跑區同埋終點區，按翻我哋初賽嘅一個標準啦。咁咧其實就係賽道首10cm 畫一個，可以用顏色去到去填滿佢啦，或者畫一條線，只要清晰咁樣去俾到啲同學去睇到邊個係起跑區，邊度係終點區嘅話咧，咁就可以噶啦。後邊咧亦都有圖片可以俾大家去參考啦，係啦，即係確保公平去完成呢個賽事嘅必須要嘅操作嚟嘅。
之後落嚟咧，我咧就以一個簡單嘅動畫嚟到去講解下我哋嘅初賽係到底係點樣嘅玩法啦。咁咧，首先咧，大家可以見到係係啦，大家可以見到咧，誒、大家可以見到，我哋首先咧要喺一個平地嗰度啦，可以放喺張台，亦都可以放喺一個平地嗰度啦，將我哋嘅賽道平放。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一個微震機械人嘅一個示意圖啦。咁咧，學生咧就要將佢嘅微震機械人咧放置喺佢嘅起跑區上面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咧去做一個先開機，然後再放入個起跑區嗰度。然之後咧佢咧就會開始震啦。咁咧去到最後咧。當佢去抵達到一個終點區之後咧，將佢完全進入咗終點區嘅話咧，咁咧就完成一個賽事。然後咧呢個賽事咧係會需要去計時嘅。咁咧計時之後咧，就會以佢嘅成績嘅呢個快同埋慢啦，嚟到作為一個佢嘅分別佢嘅優次嘅。好，係啦。咁所以咧就係賽事係啦，分辨咗優次之後咧，就可以決定到我哋可唔可以參加我哋決賽啦。咁樣係啦。咁首先咧，我哋咧嘅建議學校咧可以咧俾一個機械人嘅製作時間啦。咁咧就係60分鐘。咁亦都可以由學校去自行調整嘅。呢方面只要確保公平嘅就冇問題噶啦。然之後咧，亦都可以建議咧，容許每一隊嘅學生咧喺比賽之前咧有一個正式賽道嘅測試啦。因為呢一個比賽咧都如果冇一個實際嘅測試環節嘅話咧，咁都比較挑戰性嘅，所以咧就建議可以有一個測試嘅機會啦。咁咧，亦都咧，呢一點要提一提咧，就係咧，每一間學校咧可以自行決定每一隊嘅製作機械人嘅數量啦。即係例如話，如果我哋學校有比較充裕嘅一啲材料包嘅話咧，可以咧每一隊咧，例如話有唔一定只係得一個材料包，即係製作一隻機械人嘅，你亦都可以咧去到俾個學生去製作3個機械人，咁然後咧再俾個參賽隊伍咧去選出一個比較優秀嘅性能嘅一個機械人去出賽都係冇問題嘅。咁然後咧，我哋每場嘅比賽嘅總時長咧，即係 maximum 嘅時長咧，就係120秒。咁咧期間咧係可以去換佢哋多出嚟嘅機械人嘅。咁咧，但係咧佢或者係卡住啊等等行為咧，如果佢係需要去更換嘅話咧，咁咧都係會計翻佢嘅從事嘅呢個機會啦，同埋會計翻個時間限制咁樣嘅。係啦。咁咧成個流程咧大概係點嘅咧？大概咧就係首先都係建議翻每一個參賽選隊伍咧，需要咧去確保佢嘅微震機械人係充滿電噶啦。接下落嚟咧就係參賽隊伍咧就會係首先咧先要開啟個微震機械人。然之後咧係要確保咧嗰個裁判示意咧，之後咧先會將佢放喺個起跑區嘅。呢一點咧係好重要嘅。點解一定要裁判去示意咧？就係因為我哋要確保裁判咧係可以清晰見到我置放呢個機械人嘅時候係冇添加任何外力嘅。咁唔會我推咗架機械人出去，咁佢有咗一個動力，咁佢咪行得快啲咯，係咪先？所以我哋唔希望有其他外力去參加啦。咁所以咧就要喺裁判非常清晰嘅狀態下嚟到去俾參賽選手去放喺個起跑區。咁咧當然啦，就係每一個賽道嘅同一時間咧，只有一隻機械人去到行啦，唔可以兩個微震機械人同時咁樣俾雙重動力俾佢都唔得嘅。咁咧，我哋裁判係點樣判定佢計時嗰方面係點樣開始咧？就係當呢個機械人佢嘅任何一個部分超出咗佢嘅一個起跑區嘅話咧，我哋嘅計時咧就會瞬間開始噶啦。咁咧計時開始之後咧，咁咧佢就會機械人就會一直向前啦，向前咗去到最後咧，就會當佢咧係完全進入咗終點區，即係唔係佢掂到終點區，而係佢要成個振子機械人嘅所有部分都入到個終止區，咁我哋咧先判定為呢一個係呢一個計時係停止，咁咧呢個成績咧先會有效記錄嘅。咁啦，亦都係如果喺途中有任何嘅故障啊或者卡住嘅話咧，咁咧學生咧係可以去主動表達話我要放棄呢次嘅比賽，我要
去申請去重新嚟過嘅，咁咧都要得到評判嘅批准啦。咁咧咁當然啦，咁樣如果要佢卡住咗啊，咁一定會消耗佢嘅機會嘅。係啦，咁我每一隊咧就有3次嘅重試機會，咁所以如果頭先佢個同學有一次卡住咗嘅話咧，咁嗰次咧都會扣翻嘅。咁佢卡住咗嘅話咧，咁佢就剩翻2次嘅機會噶啦，係啦。咁然後咧，當然咧係會以最快嘅成績為作最終嘅成績啦。咁咧呢一邊咧都建議翻每間學校嘅一個裁判嘅位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避免一個即係每一個隊伍出現時間相同嘅一個尷尬啦。咁所以咧，我希望咧，我哋建議咧就係我哋計時嘅一個器材咧係可以精準到咧去小數點後0.1秒嘅。相信咧大家嘅智能手機咧都係可以應付到呢個要求嘅。咁咧，如果真係好不幸咁樣，真係發現佢哋嘅成績咧係相同嘅喎，咁會點樣算咧？咁咧就其實咧就可以以公平嘅原則啦，可以俾校方咧去自行安排一次加賽，或者係滿足公平嘅原則下嚟到去做一個優次嘅分別咁樣。咁咧都係建議翻去加賽嘅，係啊。咁然後禁止事項就係、當然啦，因為我哋呢一次嘅比賽嘅原則咧，係希望去訓練一個小朋友去點樣去去製作一個微震機械人嘅性能啦，到底點樣可以考驗佢嘅機械動作係可以行得好快啦咁樣。咁所以咧，所有違背咗我哋呢一個STEAM 教育挑戰賽嘅任何嘅一個行為咧，都係違反賽事嘅。咁咧，例如咩咧？例如去拋嗰個微震機械人啦，去推個微震機械人啦，或者係除咗嗰個機械人之外有任何嘅動力啦，都係違規嘅。咁然後咧喺比賽嗰陣咧，去震啊，去推嗰個賽道咧，或者任何嘅方式去干擾比賽，例如話攞風吹個微震機械人咧，咁其實咧都係禁止事項嚟嘅。咁相信大家都可以評判都可以去判斷到呢一點啦。咁如果有任何嘅違規行為咧，咁該輪成績咧都會冇效嘅，係啦。咁我哋呢一邊咧都有去做一個建議時間啦，俾每一間學校去跟進嘅。咁咧，我哋嘅主要流程咧就係咁樣嘅。首先咧，我哋嘅建議咧就係我哋咧可以嘥15分鐘去簡單去講一講我哋嘅賽前嘅一個簡介啦。然之後咧就係加上一啲材料嘅發放咁樣嘅。然之後咧，就係俾60分鐘啦，俾每一隊嘅同學啊去自行製作一個微震機械人啦，同埋調試，同埋包括自由測試。咁咧自由測試方面咧，就係希望可以每一位學校可以去確保到佢嘅公平性啦，令到每一隊嘅學生都可以有一個公平嘅成績，公平嘅時間去接觸賽道啦。係啦，咁呢邊咧就即係校方係可以自行調整呢個時間嘅。係啦。咁如果學校係有好受歡迎嘅，好多同學參與嘅，咁咧將呢個時間自行延長咧，都係可以嘅，喺公平原則下。咁之下咧就正式賽事咧，就係我哋冇辦法俾一個即係建議時間啦，因為每一間學校嘅報名嘅隊伍咧都有分差別啦。咁但係咧，我哋每一條賽道咧，佢嘅限時咧都係120秒2分鐘，然後咧每一隊咧都係有3次嘅重試機會。咁咧如果我哋有好多嘅裁判、好多嘅賽道，咁就可以 parallel 平衡咁樣去推進比賽啦。咁如果係少啲嘅話，咁就我哋可以慢慢排隊，咁樣個時間就會多啲咁樣。最後咧就係一個成績嘅統計啦，同埋公佈10分鐘。咁咧成績嘅統計咧都相當之重要嘅，因為我哋係需要去收集啲文件咁樣嘅。最後咧就係10分鐘嘅合照啊，或者拍照嘅時間啦，係啦，呢邊咧都俾翻各位學校啊同學去參考一下。好，呢一個咧就係最重要嘅一個部分啦，就係咧參賽嘅學校咧係需要喺截止嘅日期2025年嘅6月13號星期五，將以下嘅文件啦，就包括初賽嘅參賽學生嘅名單啦。呢一個係重要嘅，因為每一位參賽學生都會有一個參賽嘅證書嘅。咁咧記得咧學生嘅名單咧係要以中文嘅形式啦，因為我哋會以中文嘅形式嚟到去印我哋學生嘅姓名嘅。咁咧麻煩都唔好有錯漏啦。咁之後咧就係我哋會收集翻我哋每一位每一個參賽隊伍嘅作品嘅照片啦，即係嗰個微信機器人嘅照片啦，同埋比賽嘅照片。
係啦。咁咧每一間學校嘅單位咧就至少10張，係啦。格式咧就係JPG 或者 JPG 啦，係啦。每張咧10 MB 啦，都係確保翻可以高清嘅一個檔案啦。咁之後咧就係最重要就係晉級決賽嘅隊伍名單啦，係啦。咁咧就係校內初賽成績最佳嘅一支隊伍咧，就會代表學校去晉級我哋嘅初賽噶啦，係啦。咁當然啦，就係成績最佳就代表咗佢嘅微震機器人嘅性能最好，佢可以完成初賽喺最短嘅時間入邊完成。咁呢一位隊伍咧就會去參加我哋嘅初賽噶啦，係啦，參加我哋嘅決賽噶啦。咁之後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初賽賽規嘅一個簡單解讀啦。咁而家咧係一個簡單嘅 Q&A 環節，咁我睇下大家有冇啲，各位老師有冇啲咩問題？係啦，決賽嗰方面咧，決賽嗰方面同埋初賽係咪一樣呢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決賽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決賽嘅預告，係啦，係啦，就係唔一樣嘅。係賽道所需材料，係我翻去頭先訂賽道嗰度啦，係啦。咁咧我哋參加我哋初賽咧，我哋咧首先每一間學校咧會免費獲得5份嘅呢個初賽嘅材料包嘅，係啦。咁之後咧，我哋嘅每一份材料包咧就包括啲乜嘢咧？就係包括咗我哋嘅微震嘅電路板啦，同埋2節 AA 嘅電池盒咁樣嘅，係啦。咁咧初賽賽道咧，亦都係我哋嘅途徑嗰度去買我哋呢個官方認證嘅一個賽道咁樣咯，係啦。OK。係。機械人嘅製作方式咧，我哋咧就冇去特別限制佢機械人嘅一個材料嘅，係啦。咁咧只要咧有一個原則咧，就係話唔可以為佢提供第二個，即係除咗微震機械人第二個動力啦，即係唔可以，例如話唔可以加多個摩打俾佢啊，亦都唔可以加個電動轆俾佢啊，咁樣嘅。誒、製作 size 限制嘅話咧，我哋咧係會有佢嘅標準嘅。咁咧就係製作規範咧，就係需要咧佢係長係8 cm 啦，即係等於或者細過8 cm。闊咧，咁當然因為我哋個賽道係5×5嘅一個方格啊嘛，咁所以佢嘅闊咧一定唔可以超過5啦，或者等於5冇問題嘅。高咧亦都唔可以超過個賽道啦，咁所以都係細過或者等於5嘅 cm。係啊。機械人嘅製作方法嘅話咧，就我哋會我哋可以俾學生去自己去探索呢件事啦。就其實可以去收集好多唔同嘅一啲材料，包括係可能係雪糕棍啊、木條啊、或者係一啲索帶啊，或者係一啲膠紙啊，或者一啲摺紙之類嘅工具嘅話咧，就可以製作一個機械人噶啦。係啦，係啦，係啦。如果
唔向大會購買如何獲得製作賽道嘅材料。我哋呢邊都建議翻各位學校去透過我哋，即係至少要有一條嘅賽道。係啊，係啊，咁因為公平起見啦，我哋呢個咧都係官方認可嘅，咁我哋為咗要統一翻我哋嘅初賽嘅嗰個規格啊，嚟到去係啦，即係都係公平起見咁樣嘅，係咯，亦都係非官方型號嘅微鎮電路板咧，我係唔得嘅，係唔可以用非公官方嘅電路板嘅，係啦，咁咧。係啦，因為點解首先解釋下點解我哋要確保所有兩個微震機械人啦，同埋賽道都要用翻我哋官方咧，就係因為我哋呢邊咧都有去做一個好即係各種嘅測試咧，嚟到確保我哋嘅初賽咧係喺呢一個賽道啦，同埋呢一款微震機械人嘅情況下咧係可以順利完成嘅，即係可以順利咁樣去進行，亦都避免咗大家去探索下，或者係可能發現個賽道係未必係適合呢一款無人微震機械人，可能未必向前行。咁我哋呢個係經過咗測試，係確定係 OK 嘅咁樣，就建議使用翻官方嘅係啦嘅賽道同埋微震機械人咯。今日嘅內容係會喺今日嘅內容初賽嘅賽規咧已經發放俾大家㗎啦。高度限制係有嘅，都係細過一等於5cm。咁咧詳細咧，大家亦都可以參考我哋嘅初賽賽規嘅。係好，內規咧，我哋都會喺呢度公布，但係我哋咧有機會會 set 一個 password 咧，咁我哋就向每一個學校咧提供嗰個 access 嘅權限啦。咁呢度撳咗入去之後咧，嗱你見到英才杯 STEM 教育挑戰賽 under 科學比賽嗰個 menu 係啦，然後請稍等啊。係啦，咁入邊咧，你就會見到由第一至到第十屆咧嘅英才杯嘅版面嘅。咁我哋 click 翻我哋今屆第十屆英才杯 STEM 教育挑戰賽啦。咁喺入邊咧，我哋稍後就會 upload 埋我哋今次嘅 PPT 啦、PDF 啦，同埋仲有今次嘅影片，咁就方便學生同埋老師咧都可以喺度回顧。咁就包括我哋嘅一啲日程咧，都會喺度做展示嘅。係啦，好，咁嘅話記。